知道喽。其实呢，刚刚他们在表演最后的那一个5场竞技的时候哦，大家回去可以模拟一下。我们可能不是专家，不会理解。那么还是借由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拉脱维亚班尼什民族舞蹈团为大家带来热情而且快节奏的拉脱维亚民族舞蹈。只是要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他们要几秒钟的变装时间，马上再回到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很多的朋友呢，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拉脱维亚我们所有舞台上的这个舞蹈团员哦，都是童话故事里面跳出来的人物一样？而且呢，大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拉脱维亚呢是世界上性别女孩子比男孩子还要多的国家，差距大约在8%哦。所以呢，大家下次看到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友好团队的时候就知道了哦。拉脱维亚变装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还有斯洛伐克精彩的演出，期待大家明天晚上7点半，我们一样现场见。再次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谢谢。晚上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精彩的表演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莅临，期待明天晚上7点半，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准时到现场参加我们精彩的演出。明天的演出团体包括有来自保加利亚的5变舞蹈团，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楚瓦什国家民俗歌舞团，还有塞尔维亚的团体，以及我们台湾在地的稻草人舞蹈团。我们期待明天再相会。谢谢今天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的莅临，也祝福大家幸福平安。邀请大家明天准时7点半。那么，请大家在离开的时候呢，记得这个红色的椅子呢，就不用背心，帮我们放着就好。再次的谢谢大家。这是哦，好棒。现场每个团队演出的都相当的精彩，再次的掌声热烈感谢他们。马可布拉提斯拉瓦大学艺术舞蹈团再次热情的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他们。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在服务台今天晚上呢，也有他们的纪念品，如果
爱情新歌。
看哦。这表示9大行星、10大行星吧。水晶、地火、小木、土、天、海、陆绕着太阳转，地球的起源一位。哦，大爆炸然后我们看有这颗大火球，所以地心呢是火热的。大火球外壳冷却以后才有植物还有动物。经过1亿5千万年时间，表面才大概慢慢冷却。不但受到太阳系内小星天体的撞击，还有流星为地球带来充沛的水分的冷热变化，气温冷热变化会造成水分。32亿年前那时海洋里面。细菌呢，简单藻类的单细胞生物，藻类的光合作用，消耗许多原本在地球上二氧化碳而产生的氧气，这样才能够有生命。
都知道喽。其实呢，刚刚他们在表演最后的那一个5场竞技的时候哦，大家回去可以模拟一下。我们可能不是专家，不会理解。那么还是借由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拉脱维亚班尼诗民族舞蹈团为大家带来热情而且快节奏的拉脱维亚民俗舞蹈。只是要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他们要几秒钟的变装时间，马上再回到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很多的朋友呢，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拉脱维亚我们所有舞台上的这个舞蹈团员哦，都是童话故事里面跳出来的人物一样？而且呢，大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拉脱维亚呢是世界上性别女孩子比男孩子还要多的国家，差距大约在8%哦。所以呢，大家下次看到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友好团队的时候就知道了哦。拉脱维亚变装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演出，期待大家明天晚上7点半，我们一样现场见。再次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谢谢。晚上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精彩的表演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莅临，期待明天晚上7点半，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准时到现场参加我们精彩的演出。明天的演出团体包括有来自保加利亚的5变舞蹈团，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楚瓦什国家民俗歌舞团，还有塞尔维亚的团体，以及我们台湾在地的稻草人舞蹈团。我们期待明天再相会。谢谢今天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的莅临，也祝福大家幸福平安。邀请大家明天准时7点半。那么，请大家在离开的时候呢，记得这个红色的椅子呢就不用费心，帮我们放着就好。再次的谢谢大家。这是哦，好棒好棒！现场每个团队演出的都相当的精彩，再次的掌声热烈感谢他们。马可布拉提斯拉瓦大学艺术舞蹈团再次热情的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他们。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在服务台今天晚上呢也有他们的纪念品，如果
家都知道喽。其实呢，刚刚他们在表演最后的那一个5场竞技的时候哦，大家回去可以模拟一下。我们可能不是专家，不会理解。那么还是借由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拉脱维亚班尼诗民族舞蹈团为大家带来热情而且快节奏的拉脱维亚民俗舞蹈。只是要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他们要几秒钟的变装时间，马上再回到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很多的朋友呢，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拉脱维亚我们所有舞台上的这个舞蹈团员哦，都是童话故事里面跳出来的人物一样。而且呢，大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拉脱维亚呢是世界上性别女孩子比男孩子还要多的国家，差距大约在8%哦。所以呢，大家下次看到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友好团队的时候就知道了哦。拉脱维亚变装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演出，期待大家明天晚上7点半，我们一样现场见。再次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谢谢。晚上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精彩的表演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莅临，期待明天晚上7点半，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准时到现场参加我们精彩的演出。明天的演出团体包括有来自保加利亚的5变舞蹈团，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楚瓦什国家民俗歌舞团，还有塞尔维亚的团体，以及我们台湾在地的稻草人舞蹈团。我们期待明天再相会。谢谢今天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的莅临，也祝福大家幸福平安。邀请大家明天准时7点半。那么，请大家在离开的时候呢，记得这个红色的椅子呢就不用费心，帮我们放着就好。再次的谢谢大家。这是哦，好棒好棒！现场每个团队演出的都相当的精彩，再次的掌声热烈感谢他们。马可布拉提斯拉瓦大学艺术舞蹈团再次热情的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他们。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在服务台今天晚上呢也有他们的纪念品，如果
来，即马台湾买。
表示9大行星10大行星吧。水金地火小木土天海陆，绕着太阳转。地球的起源与位。大爆炸然后我们看有颗大火球，这个地心呢是火热的。大火球外壳冷却以后，才有植物来动物。经过15000万年时间，表面才大概慢慢冷却。不但受到太阳系内小星天体的撞击。还有流星为地球带来充沛的水分的冷热变化，气温冷热变化会造成水分。32亿年前那时海洋里面，这细菌呢简单藻类的单细胞生物，藻类的光合作用，消耗许多原本在地球上的二氧化碳，产生氧气。这样才能够有生命。
都知道喽。其实呢，刚刚他们在表演最后的那一个5场竞技的时候哦，大家回去可以模拟一下。我们可能不是专家，不会理解。那么还是借由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拉脱维亚班尼诗民族舞蹈团为大家带来热情而且快节奏的拉脱维亚民俗舞蹈。只是要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他们要几秒钟的变装时间，马上再回到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很多的朋友呢，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拉脱维亚我们所有舞台上的这个舞蹈团员哦，都是童话故事里面跳出来的人物一样？而且呢，大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拉脱维亚呢是世界上性别女孩子比男孩子还要多的国家，差距大约在8%哦。所以呢，大家下次看到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友好团队的时候，就知道了哦。拉脱维亚变装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谢大家，也请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谢谢。晚上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精彩的表演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莅临，期待明天晚上7点半，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准时到现场